后来过来是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继续卡条咧。今仔日的立法院会，南北党团有共识，要甲38个项目，包括 T-Pass 通勤月票、甲生育补助等等的新型计划抽出来，先交付委员会来审查。总共38案，大约718亿。民进党的立委食不满，讲总预算毋是自助餐，毋是想要审啥就审啥。小家电满满列出38个项目，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，南北党团有共识，予部分新兴计划抽出复位，包括小组化生囝的补助、T-Pass、地水防洪、校舍改建、参与国际比赛等预算加速审查，拍拼伫日本会期三读通过。第一波会先提出38项的计划的动资，也欢迎行政院赶快提出。行政院怠惰之后，请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也不要怠惰。要审就一包一起审，审预算不是吃自助餐，不能只挑自己想吃的，那么挑嘴。总预算积极调解有高人的意见，同一时间南委罗志强提案修法国军旧眷村的改建条例，放令1996年前起的眷村予国家出钱来改建。今仔日议会会三读过关，不过民团所认为修法了后，国库就要出2100亿替营民起厝，根本就是多利特定的对象。立法院这样违法帮特权者开后门，这个10人8尊当初就是妇联会向各界筹款新建的。这2年我不断告诉国防部，不修法拿出解决办法给我，他说最后告诉我他拿不出解决办法，除了修法以外。本会期就特别结束，为总预算到其他的法案三读，调解之间的竞争是也未煞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